阳天，风光好，红的花，绿的草，哈哈，我乐呵乐呵，哈哈哈哈哈！混账！你在搞什么？师傅，我没搞什么，我在烤鸡翅膀。烤鸡翅膀，那我最爱吃。看着，不是啊，师傅，你想独占我的鸡翅膀，也没必要用这种手段吧？臭小子，老夫我掐指一算，你命里有劫难，赶紧下山去划桨，不然的话，你师傅我就要遭雷劈了。为了你师傅我，你速速滚下山去吧！你想吃鸡翅膀就说你想吃鸡翅膀，别这么个破理由。开门，开门啊！下山就下山，我倒要看看这结束有多难。这个祸害总算是滚蛋了。学道2年半，已是人间至高，让这妖孽继续留在雷鸣山，老夫我的道心早晚毁他手上。恭喜加入盛世集团保安部，下周一来上班。等等，我应聘的是内容部的总监，我只是本科没读完而已。你搞什么？我虽然上山修炼了几年，但我曾经也是高材生啊。算了，饭还是要吃的。保安就保安吧。江总，您要找的人找到了。谁呀？来了！哇塞，美女黑丝。哈哈，美女，找我有什么事吗？美女，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刀动枪的。美女，这2千点别冲动。姓唐的，你挺能躲的呀。美女，你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7年前的雷鸣山飞云轩酒店，还需要我说的更清楚一点。7年前雷鸣山，那天晚上夺走我纯阳童子身的人，是你？不对呀，当时能这么大呀？渣男，你就说那晚的事情，你认不认？认，我认。可当时明明是你主动的呀。我主动的怎么了？你受委屈了？不委屈，一点也不委屈。那我让你对这件事负责，有意见吗？没有意见。算你识相。什么美女，你看啊，当晚的事，虽然我才是受害者，但我是真心实意愿意为那天晚上的事情负责。这把刀离我的脖子只有0.01公分，你看能不能先把它拿开？毕竟怪吓人的。江源，这就是你那没什么用的父亲，叫爹。爹。爹。啊？不，美女，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愿意负责，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哦，那我想请问你，那天晚上你用的是冈本呢，还是杜蕾斯啊？我都没用啊。那你怎么好意思垮个脸问他怎么来的？你看你这么好看的美女，就算意外中招了，也没理由生下来吧？行。陈博士，麻烦来一趟，帮我做一个亲子鉴定。我操，血脉相通，真是我儿子！
你是觉得老娘在拿7年前的破事逼你当接盘侠吗？没有，老婆息怒，老婆息怒。少给我油腔！要不是为了江源，老娘穷到去街边要饭，也不会找你这个废物当接盘侠。那是。妈咪，这个爹看起来不太行啊，要不你再重新给我找一个吧？不用，老婆，你要不再考虑考虑？他的抚养费我掏了。闭嘴！现金5000万，云顶天空别墅一套。你这是要包养我？这不合适吧？这多不合适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美女，我告诉你，我们唐家3代单传，我唐昊绝不会为了一点点钱财和女色。给你3天时间搬到别墅里去，以后还怎么办？你真的打算要包养我？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房子我买，生活费我出，孩子你带，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不是，我行了，我今天还有事。江源，妈妈要先到公司去，你先跟着你这个爹，等妈妈有空再来看你们啊。去，给你这个便宜爹清洁清洁。我走。莫非老头说的劫难就是指这个小兔崽子？我倒要看看这劫难有多难。那个爹，你看起来不太行啊，真不懂老妈怎么看上你。什么这个爹那个爹的？我是你亲爹，怎么？你老妈很厉害吗？哼，我妈咪可是云海市第1美女，盛世集团的总裁，手底下管着好多人呢。你妈是盛世集团的总裁？她是盛世集团的女总裁？惨了，7年前被她骑身上，7年后还要被她骑头上。那个儿子，你妈虽然很美又有钱，但是你妈最厉害的地方还是找了你爹我。你爹我可是个修仙者，会法术的。你吹牛，你会法术骗小孩的吧？你还不信呢？站远一点。泰山在心，一别无情，大罗天雷，随我号令，怎么样，儿子，帅不帅？看起来也没多难嘛。太上传心，应变无情，大罗天雷，随我号令，来！不好了，你被人咬死了，快报警！就这没意思啊。看一遍就会。莫非这兔崽子就是师傅所说的天命之人？不对，是幻觉，我不信。臭小子，刚才那个雷法算不了什么，现在我给你表演个更厉害，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好了。剑才，我有一剑，翻山倒海，断江降妖镇魔，挥剑！我有一剑，翻山断江。我去，也很一般啊。听你说的很难吗？不难，一点都不难。想当初我也是用了1秒钟就学会，哈哈，比你快了那么一丢丢。那这有什么用啊？打架很厉害的。站住！臭小子去哪儿啊？爸，我已经学会剑法，我要去整顿人间，斩奸除恶，守护妈咪。你妈是总裁，有权又有钱，需要你拯救啊？来不及解释了，反正有人欺负你老婆，我就问你，你去不去吧？集团遭遇资本市场恶意做空，对方有备而来，势头凶猛。现在我恳请诸位董事会成员集思广益，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要我说，资本市场要做空盛世集团，就让他们做。差不了江家破产。江氏集团破产无所谓，我已经派集团的财务把资金兑出来，另外，你得赔偿回损失。陆总、刘总，你们什么意思啊？
盛世集团遭逢商业阻击，危在旦夕。你们身为董事会成员，怎么可以这样？江有为，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得罪了京都赵家，就算没有资本市场做空，你们江家走投无路啊，是早晚的事儿。这江董得罪了京都赵家。诸位，实不相瞒，这一次的商业阻击，就是因为江有为拒绝了赵家大少赵无极的求婚才导致的。江有为，人家赵少都没嫌弃你未婚先孕，你倒是先矜持起来了。江董，你怎么敢啊？那可是京都赵家。对呀，京都赵家乃是我大夏最顶级的世家之一啊！得罪了京都赵家，那就等同于断送了在大夏的生路啊！你呀，当初董事会长，我们就不该接受你的任职。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说的？退股！诸位，你们当中有不少是跟随我父亲创业的元老，我恳请诸位看在我父亲的情面上，得罪赵家的时候，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少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赶紧退钱！退钱！据知情人士透露，盛世集团董事会有半数成员宣布退出，集团现金流已断，濒临破产。难道父亲一手创立的盛世集团要毁在我手里了哟，张少，你怎么来了？走。赵无极，这里是盛世集团的董事会议，请你出去。什么？你说这是哪儿？盛世集团已经被你给整破产了，还有什么董事？江家都要没了，还在这儿摆总裁架子呢啊！江伟，听到了没有？盛世集团马上就要改名姓赵了。我要是你啊，我就赶紧跪下来跪地求饶，恳求加入赵家，这样还能救你们江家。你做梦！你做梦！哎呀，江源，你也在这儿呀！姓赵的，把你的狗爪子拿开！小崽子，要不是老子被家里逼着娶你娘，江源，快劝劝你妈咪啊！只要她嫁给我，你们江家的危机就解除了。唉，该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劝你妈咪啊！啊！喂，有人抢你老婆，我问你该怎么办？谁敢抢我赵无极的女人？江源，你告诉我，这个人在哪个地方？我他妈看他是活腻歪了！爸，你说话呀！难道你不想要你老婆和儿子了吗？那我该怎么办嘛？他都抢你老婆了，你就不生气吗？然后呢？当然是收拾他啊！胡闹，这是你该带孩子来的地方。他说你在公司被人欺负，我们才过来看看他。我没事，你赶紧带他离开。江威，这人是谁呀？江源怎么喊他爸？赵无极，他是谁跟你有关系吗？姓赵的，他是我爸，你怕了吧？江源，废物！我告诉你，我是京都赵家的赵无极，我现在不管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开始，江有为是我的女人了，你有没有意见呀？他没意见，我就没意见。江有为，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找的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小子，我当着江有为的面骂你是废物，你该不会恼羞成怒的把我给宰了吧？不会。小野种，你看到了吧？你爹这个男人跟我比起来就是个废物。爸，你怎么这样？唐昊，你先带孩子离开，这里的事我来处理。别急。无法无天，简直无法无天！你们今天敢惹赵少，你们今天死定了！敢打赵少，唐昊，你完蛋了！江家也会跟着一起完蛋！江有为，你就等着接受赵少的怒火吧！唐昊，你怎么能那么冲动？本来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现在你打了赵无极。
无忌，你想干什么？滚！今天这个废物，本少杀定了，耶稣来了都保不住他。我赵无极说的。赵无极，这里是盛世集团。又是一面的水，把那个贱赵无极，你找死！少他妈和我虚的！来，你来动我一根汗毛试试。来呀！你要是能走出这栋大楼，我就不姓赵。我告诉你，京都赵家可是大夏顶级世家，你什么东西？你敢威胁赵少？哼，赵家是。简直无法无天！我家父赵尊，家父赵玄真，在这块地界，我赵家就是王，就是法。你敢动我？难道你心里没有王法吗？没有法律吗？没事，老婆，去赵家。姓赵的人来打我一下试试。江源，好你个小野种，诚心想死是吧？我成全你，给我上！可他还是个孩子呀！我他妈还是个孩子呢！给我上！进来！进来！什么情况？韩医生，这些人都飞出去了，隔空伤人。可是至少得宗师境才能做得到啊！小鬼，刚才是你动的手。赵无极，你敢伤害江源，我跟你没完！唐昊，带孩子离开，现在立刻马上！妈咪，你看我没事，刚才都是我打飞的那些坏蛋。你说什么？真是你动的手？没错，刚才你的狗腿子都是我打飞的。哼！没想到吧，我可是万中无一的修道天才。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我妈咪，我就打死你。妈咪放心，今天有我和爸爸在，谁也别想伤害你。对嘛，老婆，今天有我跟儿子在，谁都不能伤害你。嘿嘿。唐昊，刚刚又是你动的手，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你还要我说多少次？我没动，天地良心，我一点也没动。妈咪，刚刚我用的就是爸爸教给我的法术。法术？你怎么不说你爸是陆地神仙呢？啊，你怎么知道我爸爸是陆地神仙？唐昊，我让你带孩子，你都做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妈咪，爸爸教我了。你自己闭嘴，别说了。都他妈给我闭嘴！你们闹够了没有？你们搁这儿给我演小品呢？啊，小兔崽子，你说你爸是陆地神仙是吧？那我今天就是大神仙，给我上！来，赵无极，你敢伤害江源，我跟你没完！唐昊，马上带着他离开，这里事交给我。现在还不能走，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既然拿了你的钱，就要替你办事，更何况我是被你包养的男人。好，江有为，怪不得你推三阻四的不舍得退我们钱，原来你拿着钱去包养这个废物。是啊，你个吃软饭的废物，江有为给你花了多少钱？你们管的可真宽，我老婆给我花多少钱，关你们屁事！盛世集团破产在即，江有为，你生我江有为做事，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唐昊，带孩子离开，别搭理他。江有为，你真的包养这个小白脸了？关你屁事！个给脸不要脸的贱婢！钱不是富他不知检点，敢背着本少包养这个小白脸儿，你无情无义，就别怪本少心狠手辣！喂，给我加大力度，不要让盛世集团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最新消息，盛世集团遭受商业狙击的幕后推手是京都赵家，盛世集团或将马上破产。江有为，你得罪了赵少，不但盛世集团完了，你们江家也完了。小子，你不是很能打吗？能打有个屁用啊！我今天就让江有为去死，让他背上数10亿的负债。你这个吃软饭的废物，我告诉你，你对赵少的能量一无所知。妈咪，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这一次找你老公很不一般哦。老婆，别怕，有我在，今天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狂妄自大，你根本不知道等会儿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哼，待会儿你连死字怎么写的都不知道。唐昊，
我知道你有些本事，但是赵家势大，要不我还是给赵无极道个歉吧。炸天帮帮主驾到，闲杂人等回避。这是什么人不开眼，得罪我们赵少啊！炸天帮红云，赵无极居然把他找来了。这个炸天帮帮主红云是整个东南地下的君王，人称东南老夫。据说他有着宗师之境的实力，你有把握能赢他吗？我要让你把这个死废物还有那个小野种给弄死！赵少，这里是江家的地方，炸天帮的规矩我懂，你要多少钱，尽管开口。赵少爽快，我们都是挚爱亲朋，手足兄弟，谁惹赵少不痛快，那就是和我炸天帮过不去。赵少，你说写几块？我现在让兄弟们开场，大声罚款！洪帮主，这是我们江家的地盘，别太过分。你爹江太虚如果没有瘫痪，我还能给你江家几分薄面。现在嘛，滚一边去，否则连你一块收拾了。兄弟们，给我上！老爹这招好饭，我也想学。唐昊，你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什么也没干呢。赵天帮红云拜见小天师。赵天帮红云拜见小天师。小天师？没听说过呀。一言不发，一招不出，居然让一个大宗师境的强者下跪，这小天师是何方神圣？难道红云是在给唐昊下跪？红云，你他妈干什么呢？我叫你过来是要弄死他！我他妈跟你说话，你快起来呀！起来弄他！红云，我赵家给你面子，你他妈是东南老佛，我不给你面子，你让你分分钟钟蹲耗子，你信吗？起来呀！起来弄他！我命令你起来！老爹，他是不是在给我们下跪呀？这什么情况？东南老佛居然给这个废物下跪了！洪帮主，你快起来啊！那个什么炸天帮的洪帮主是吧？起来说话吧。多谢小天师，多谢小天师。红云，你他妈眼瞎了吧？啊，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你在教我做事吗？那个，我们认识吗？5年前，家师身患怪疾，我带家师访遍天下名医无果，命悬一线。多亏在雷鸣山偶遇小天师，得此仙丹，药到病除啊！哦，原来那天晚上哭哭啼啼的死胖子是你啊！对，是我呀！这个死胖子，我郑秋上哪找你算账，都自己送上门来了。对，是我呀！小天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死胖子，上半夜你说你师傅快死了，你哭哭啼啼，我忍了，可我都给你药了。后半夜你嘻嘻哈哈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个屁！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那天晚上空军了。空军懂不懂？空军，一个教育了一辈子的耻辱，你知道吗？说吧，来找我干什么？当然是，闻听小天师在此，特地前来拜会的。哦，你跟他很熟吗？认识，见过2次，但得罪了小天师，那就是我炸天帮的仇人。小天师，您说话，您是要赵无极的一条腿，还是一只手？我现在就给他卸下来给您。红云，你他妈敢对我动手？小天师救了家师的命，那是我红云的恩人，炸天帮的座上宾。什么狗屁他妈的小天师！红云，你别忘了，你那个老不死师傅的病，有我们赵家的功劳。敢对小天师不敬，那就是我炸天帮的仇人赵无极，受死！
赵无极，受死！是，红人，你他妈敢对我动手，你炸天帮就等着灭亡吧！你老子赵尊与我平辈论交，你算什么东西？敢威胁我？小天师，你别怕，别人害怕他们赵家，我炸天帮不怕。冤有头债有主，他赵无极欺负我老婆儿子，这笔账我要亲自跟他算。小天师，赵家势大，我觉得你在教我做事，不敢，不敢。对，遵命。东南老佛这就走了。唐昊竟然认识炸天帮帮主，我这便宜老公似乎比我想象中厉害不少啊！大坏蛋，你喊的其他人呢？姓赵的，还有什么人都一并给我叫过来。唐昊，你别以为你有姓黄的当靠山，你就可以得意忘形。小小炸天帮，老子赵家覆手可灭。靠山，我唐昊这辈子最大的靠山就是我自己。好好。我就喜欢你这个嘴硬的样子，我今天都要看看，到底是你的嘴硬还是你的命硬，这是会叫人。赵少，这唐昊有些邪门啊！不行，我们先行离开，从长计议。赵少，我们附近没有大宗师以上的高手了。唐昊，你别以为你能打就了不起，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光靠打就能混得出来的，要靠背景，要靠实力。3天之内，我就要了你还有这个小野种的命。走啊！张有为，等着明天盛世集团破产，背上10几亿的债务，导致我有的是法子收兄弟和这个小妹妹还有这个小野种。赵无极，你有种你别跑！哎，张远，你给我安分点，你也给我老实点，别给我惹是生非。江右卫，你拒绝赵少，还纵容这个小白脸殴打赵少，我告诉你，你们江家彻底完了！我看你也想挨打是不是？好，你别嚣张，赵少不会放过你的。江总，你好自为之啊！妈咪为什么不让我去打赵无极呀？就凭你们俩，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跟我儿子一起上阵，那别说什么赵家，都是亲人。交手，你很能打吗？一点点。唐昊，你根本就不知道大夏顶级世家的能力。他赵无极一句话，我江家公司就会破产。妈咪，公司破产了，还可以用爸爸卡里的钱过日子呢。儿子说的对，咱们可以提前申请公司破产，这样赵无极就不能利用公司破产来要挟。老婆，你想想啊，5000万能生多少个儿子？闭嘴！盛世集团是我父亲大半辈子的心血所在，绝不允许他毁在我手上。老婆，你先别着急嘛，公司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妈咪，相信爸爸，他说有办法就一定会有办法。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真以为你爸是神仙呢？妈咪，相信我，老爹真的是陆地神仙。哎呦，干嘛打我呀？这瞎说什么呢？谁教你说的话？刚才听那个死胖子说江叔瘫痪了，怎么回事？7年前，我父亲突然患上怪疾，双腿失去了知觉，从此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都是靠我母亲照顾他起居。哦，那有查出什么问题吗？妈咪，带着爸爸去给外公治病吧。那个姓洪的伯伯喊爸爸小天师呢，说治好了他师傅的怪病。老爹那颗治洪伯伯师傅的那颗仙丹呢，给妈妈一颗，说不定还可以治好外公的病呢。这个丹药呢，你拿回去试试。虽然不是什么医死人肉白骨的仙丹，但治疗一般的疑难杂症还是绰绰有余的。谢谢啊。哦，还有这块玉佩，你拿着，找一个懂行的估个价，给他卖了，应该可以帮公司渡过难关的。饶有为，你竟然还有脸回来！
嫌你生活不检点，你也跟我们断绝关系，要生下那个野种，气得父亲走火入魔。现在你又拒绝赵少，忤逆赵家，把公司搞得快破产，你家还有脸回来？林叔又和你吵架了？没有。有为，家里家外的事，辛苦你了。应该的。公司要是撑不下去，趁早散了吧。盛世集团我是法人，就算是破产和负债，也和你没关系。爸，公司没事儿。江源的爸爸找到了，人品不错，江源呢也愿意跟他接触，就是有点穷。找到了好，找到了好啊！只要他对你们母子好，人穷点儿又有什么呢？再说咱们江家也不指望他来挣钱养家。有为啊，你有没有想过和他到另外一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呀？先让江源跟着他吧，其他的以后再说。爸，你药都吃完了，怎么不跟我说啊？江有为，你可真能装模作样。江有为，你可真能装模作样。出去，我不想跟你吵。江有为，瞪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爸妈，这个家都被你折腾成什么样？我让你出去。当年你害得爸走火入魔，人家赵少不嫌弃你一个寡妇带着一个拖油瓶，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推三阻四。你想当贞洁烈妇，那你倒是装到底啊！你可倒好，一边拒绝赵氏的追求，一边拿着江家的钱养野男人，还闹得董事会搞得人尽皆知。够了，江家的女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用不着外人指手画脚的。老二，你说，你是不是拿着赵家的黑心钱了？我收钱也是为了给你治病。这个不生气啊！不生气，不生气。你少说两句，出去。7年前害父亲走火入魔的人是他，拿公司的钱养野男人，闹到董事会看笑话的人也是他。凭什么让我滚出去？因为我还辛辛苦苦的找神医治父亲的病，你们就这么对我？去，你们俩呀，都给我出去！神医，来，你请。江老先生的伤势有些棘手啊。神医，你尽管医治，我们江家不差钱。江老先生的伤药石难医，先用这颗九转金丹稳住，待老夫再想想办法吧。父亲，无碍，再怎么说，这也是老二的一片小心。爹，你这是怎么了？混账！你给我父亲吃的是什么？九转金丹的确能治病啊，怎么会这样啊？江云舒，你哪找的庸医？和我没关系，是赵无极。赵无极说我神医能治父亲的病。赵无极。
蠢货，你个没长脑子的东西！他赵无极为了让我们江家覆灭，无所不用其极，你怎么能信他的话？都是你这个庸医，都怪你！说，你给我父亲吃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药是赵少给的，我来的时候验过，是没有毒的。姐姐，你快想想办法！打小你就比我聪明，比我懂事，比我有能力，你一定能想办法救救父亲的。有为啊，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父亲吧！这个丹药呢，你拿回去试试。虽然不是什么医死人肉百骨的仙丹，但治疗一般的疑难杂症还是绰绰有余的。江有为，父亲都这样了，你不想办法急救也就算了，你还拿药喂他，你是想盼着他早点死吗？你父亲现在已经油尽灯枯，司命所属，药石难医，大罗极仙下凡，也束手无策呀！闭嘴，庸医！要不是你，我父亲怎么会这样？你父亲修炼走火入魔，气海破裂，周身经脉断绝，他能活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就算没那颗药，他也活不了几天。大爹，你别吓我呀！唐昊，我父亲的生死，江家的存亡，就全靠你这颗药了。蒋有为，你干什么？江老先生已经油尽灯枯，你喂他吃药等同投毒啊！完了！本来或许有救，这下真的死透了。蒋有为，父亲死了，家里你满意了吧？不是我，是唐昊跟我说这个药。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护着那个野男人呢你！药方气内方成象，道合西夷即自然，这是要破金丹劫呀！大小姐，你给他吃了什么？江有为，你给父亲吃的是什么呀？一粒金丹入我腹，我命由我不由天。天下谁人配白衣？唯我神王姜太虚。父亲，需不需要我让这个庸医再给您把把脉？是啊，江家主，其实我的医术还是很不错的。不需要，老夫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强大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害怕。不好了，老爷，大小姐，小少爷被姑爷给带走了。什么？唐昊这个混蛋！妞儿，不要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唐昊带着江庸肯定是去找赵无极了。虽然有些本事，可那是赵家。赵家是吧？7年了，这有些账是时候该清算。管家，立即召集江家所有人，随我去赵家。好可怕的雷啊！该不会又有人被雷劈了吧？雷火淬体百炼大成，金丹得助，方入法门。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都听不懂。小孩子问那么多干嘛？你只需记得，学道需循序渐进，水到自然渠成。我不是万中无一的修道天才吗？就算你是修道天才，
也不能好高骛远，不然贪多嚼不烂。记住了吗？爹爹，你刚刚说带我来这里学新的法术，一会儿说不要让我好高骛远。哦，我懂了。妈咪说过，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给你个逆子！罢了，臭小子，爹爹今天教你一招大荒求天指，看好了。大荒求天指。哎呀，爸，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人敢打过我的脸。你看，他都给我打肿了。我不是让红云去给你压阵去了吗？哎呀，你别提那个狗东西了！我喊他过去帮忙，结果他见了唐昊，啪叽一下就跪那儿，还喊什么小天师。我过去质问他，他给了我一巴掌。还说什么要让我大卸八块，打断我的双腿。炸天帮，一条养不熟的狗而已，宰了便是。你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江幽卫那个女人弄到手。爸，你老让我去招惹他干嘛？他儿子都能打酱油了，你7年前，我让你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到手，你吃屎去了你！不是，你跟我妈结婚的时候都30了，我才25啊！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们赵家家大业大的，我还没享受够呢。手无寸光的废物！7年前，你爷爷推演天机，算出江幽卫命格非同小可，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我们赵家会出现真龙命格，有机会踏破世家之苦，问鼎地祖，一飞冲天。这就是你让我去娶那个残花败柳的原因。7年前，老子没有给你创造机会了，喂到嘴边的肉都让别人给抢走了。不管江幽卫变成什么样的人，你都一定要得到他。听到了没有？走，去看看。哈哈，还想算计我妈咪，你们没机会了。敢毁我赵家府门，你们还真是胆大包天呐！你们是什么人？这个问题问得好。赵无极，告诉你爸，我们是谁？他就是那个唐昊和他的小野种。看，没见过万中无一的修教天才吗？我老爹说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赵无极对付你这种，蛇鼠一窝。蛇鼠一窝，臭不要脸的大坏蛋，必须赶除恶务尽，连根拔起。人不大，口气倒不小。这小东西说的话是你教的吧？狗蛋！老邓，多谢夸奖，但该算的账咱们还是要算。就算是大夏龙主来我赵家，他也得规规矩矩，不像你这般无法无天。老爹，大夏龙主是谁？他很厉害吗？什么大夏龙主？听都没听过。父亲，跟他废什么话？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我们还没找你呢，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来人，动手！死到临头了，我给你个机会，把你的遗言说出来。你们赵家怎么也算是大夏的第一世家，就养了这么几个臭鱼烂虾？我看你今天是真的想死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和你这个小野种的忌日。恕我直言，就凭这几个宗师境，老爹和他废什么话？我先上还是我先来？老东西瞅啥，吃我一记大花！哎，小子，别冲动，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那是人情世故。哼，死到临头了，你知道人情世故了，晚了。你别误会，我只是让我的儿子
先别冲动。那什么，你就是赵无极他爹是吧？把你家的老祖啊、底牌、底蕴、靠山啊，统统都给我叫出来。还有什么人情世故啊、红颜知己啊，也一并给我叫过来啊，省得我再跑一趟。狂妄的年轻人我见过不少，但像你这么狂妄的小子，我听说你是雷鸣山下来的人是吧？你还认识云海老头呢？外界传闻雷鸣山有神仙隐居，8年前老夫前去探访，有幸见过云海真人，有点手段，但是也不过如此。你才学他几分皮毛？你说那么多，我还以为你跟云海老头很熟呢。别废话，叫人！云海真人见了我爸，都要客客气气、毕恭毕敬的。你怎么和我爸说话呢？小子，我劝你一句，我刚一射。废话可真多，赶紧把你们的人给我叫齐，免得说我欺负赵家。老爹这话有气势，老赵，赶紧把你的人叫齐，免得说我以小欺大。口小儿，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我怕你不成。太上传心，应变如替，大罗天雷，听我号令，斩！小兔崽子你！废物，还不够丢人现眼吗？父亲，你多大，他多大，你不嫌丢脸，我还嫌丢脸呢。滚一边去！丢人现眼的东西！老赵，你打你儿子，他不敢还手，来和我打呀！赵尊，你的人到哪儿了？人我已经通知了，还在路上，还需要点时间。麻烦你催一催，我们赶时间。还请二位到大厅里坐一坐，稍后片刻。爸，这都欺负到家门口，咱们对他还客客气气的。废物东西！老东西，外面人打我，你不帮我就算了，竟然也打我，你给我等着！张胜，你也应该收到消息了吧？5年前治好我父亲病的那位雷鸣山的小天师，出现在了江家的盛世集团里。赵尊那条老狗恐怕已经得到了一些线索，所以才会让他的儿子整整7年盯着江家的那对孤儿王。长生之秘肯定跟江家脱不了干系。什么？赵家找到了长生之秘！赵家居然找到了长生之秘，你怎么看？赵尊这条老狗为人虽然不怎么样，但能够把长生之秘这种东西拿出来与我们分享，哼，也算他讲义气。赵尊这个人极度自私，按理说，赵尊同时通知了你我2人，说明长生之秘这条消息，其他人也都得到了。这条老狗怕是自己独吞不了，所以才把这些消息公之于众。话虽这么说，但防人之心可不可无啊！我会调动我龙门8大战神一同前往，你的那些御灵卫也就别藏着掖着。什么？赵家找到了长生之秘？哼！你们2个，快去告诉赵尊那个老不死的，让他识相点，赶紧把我女婿和外孙交出来，不然，这就是下场。江兄，多年不见，神采依旧啊！龙王和商圣竟然同时出现在赵家。什么？那个女人居然是商圣？不对呀，他们同时出现在这里，难不成赵家会有大事发生？什么大事？不好，唐云和江傲还在里面。住手！别打！我姜太虚的女婿不是什么人都。姜太虚跟你的女儿发什么疯了？姜太虚，这就是我未曾谋面的便宜老丈人。不错不错，龙行虎步，精气十足。看来那颗丹药的效果不错，伤势已经痊愈了。这老东西怎么又站起来了？而且实力还更上了一层楼。姜太虚，传闻你当年因为你女儿的事儿走火入魔，应该已经死了吧？
确有此事。前几日有可靠消息说，姜太虚快死了。姜太虚，他妈还活着呢！哈哈，让你们这对狗父子失望。7年前你们想算计我的女儿，这7年后更是想让老夫姜家赶尽杀绝。但是你们千算万算都没算到我的女婿有起死回生的无双功法。什么？姜太虚的走火入魔是他治好的？姜太虚的女婿，看来赵尊说的长生之秘跟这个小子脱不了干系。哼，有趣。姜太虚，大家今天在这儿可不是来看你认亲的。说你还能活着，是不是你们姜家掌握了长生之秘？什么不死之秘？老夫是吃了我贤婿给的一颗丹药，方能向死而生，破而后立，一跃成为五夫境第9境金丹境。一颗丹药能够让将死之人突破五夫第9境？放屁！一颗仙丹就能将你从垂死之中拉到金丹境，就连传说中的9转金丹都没有如此的功效。你放什么屁呢？你在这儿，姜太虚，你最好从实招来，否则我们的怒火你可承受不起。不爱信不信。下去告诉他们，你给我吃了是什么东西。唐昊，你给姜太虚吃的可是传说中能活死人、肉白骨的9转金丹？什么9转金丹？听都没听过。本货，传说中的9转金丹你当然不知道了。贤婿，就是你给佑威的那颗药。唐昊，你给我那颗丹药是哪来的？是我下山之前翻箱倒柜无意间找到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偷了云海之人的丹药？废物东西，找到一颗仙丹你就在这装模作样。原来只是巧合，我还差点信了儿子的话，以为你是神仙呢。来，也没发烧啊，姜总，这神仙都在天上住着呢。滚蛋！还以为这件事和长生之秘有关呢，没意思。英雄不问出处，仙丹不问来处啊！我不管你这颗丹药从哪儿而来，既然医好了老夫的伤，那你这个女婿，我姜太虚认定了。哎，姜太虚，既然已经认了亲，那就赶紧带着你的女婿还有外孙滚那边坐着去，别站在这碍眼。滚！没事吧？唐昊，这是你该带儿子来的地方吗？这是你该带儿子来的地方吗？区区赵家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再说，我这次前来也是……松手，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走之前跟你说的，你是一句没听啊！不是，老婆，你先听我狡辩。我姓唐的，你要打人我不拦着，你要找死我管不着。但你怎么可以带儿子来这个地方？知不知道赵家有多恐怖？你知道今天来这的都是什么人吗？是老婆，你听我解释，我就是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打情骂俏呢你啊！给我闭嘴！我们夫妻俩吵架，关你屁事！你们两个不要命的东西！今日此地，大夏名流奇景，灌溉云集，来的都是各路的高手，还有大夏龙王商圣亲至啊，龙主商圣亲至，然后呢？厉害！唐昊，你果然够放肆！来人，够了！赵尊，你请我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看你的这个废物儿子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狐假虎威吗？赵家主，今日各位可都是冲着长生之秘来的。女婿啊，什么是长生之秘啊？这我也不知道。赵尊，你莫不是来消遣我们？赵老狗，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解释，我把你这狗窝给拆了！诸位，先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啊！我先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唐昊学友和你那废物儿子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抢女人的垃圾，有什么可介绍的？你，阁下此言差矣，犬子无能。但是这位唐昊可不一样，他放出豪言，说我赵尊无论是什么人情世故、手段神通，
都通通的使出来，他都能一一的揭晓。视赵家如无物，小子，你有点拽啊！年轻人气盛是好事，不过有时候年轻人也不能太气盛。我操！我女婿这么猛的吗？唐昊疯了！那个老赵，你话说错了。小娃娃，你的意思是说老赵误会了唐昊的意思了？没有误会，我不是针对赵家，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根本不配我爹出手，打你们本天才足矣。女儿，你怎么把孩子带成这样？快把他叫回来，别再乱说话了。江源，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斩草除根，除业务尽。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谁教你的？我去，你个坑爹儿子！我不是，老婆我没有，你听我狡辩。孤身一人视在座群雄如无物，小子要重啊！我的重，你不都看到了？不错，不错，确实不错。外公，我不错的地方还多着呢。哦，闭嘴！程太虚，你家闹够了没有？唐昊，大放厥词，肆意妄为，你尊卑不分，惹怒了全场，而且你冒犯了龙主和在场的诸位。到时候你还有你这个老东西，你就等着等死吧！滚一边去！这儿哪他妈有你说话的份儿？阁下，敢打本少！该死的老东西，都给我等着！唐昊，听闻你是雷鸣山云海真人的弟子，应该有神通傍身吧？老夫见了猎，欣喜若狂。今天我就与你会上一回。龙主这一招亢龙有悔，一遇阻力，顷刻间便能迸发出13道后劲，一道强于一道，层层叠叠，无坚不摧，无强不毁。不懂就不要说话。亢龙有悔的精髓在于惠字，能放能收。的确，这一招亢龙有悔，重点在轻重自律，收放随心，遇强则强，遇弱则消。这的确是用于考量后辈年轻人的实力最为恰当。小心！妈咪闪开，让我来。老头，你没吃饭吗？怎么一点力气也没有？这小子居然能挡住龙主一击！开什么玩笑！不愧是大夏龙主，胸怀天下，宅心仁厚，人不知而不愠，实乃我吾辈之楷模。多谢龙主对江源手下留情。难怪，原来是龙主收手了。试探个实力也畏手畏脚，犹犹豫豫，也难怪龙门这些年每况愈下呢。龙主，你在这给我演戏呢？小娃娃，有点实力。老头，你行不行呀？不行就下去换人吧。有趣，有趣！小娃娃，接下来我可要使到3成的力道，希望你还能接得住。龙主，手下留情啊！这怎么可能？龙主，你做什么呢？龙主，你玩够了没有？别误会啊！这小娃娃有古怪。大爷，赶紧出全力吧！老赵喊了那么多人，要是都像你这样子磨磨蹭蹭，那我今晚还能不能睡觉了？你不知道小孩要多睡觉才能长身体吗？夏雨，你给我过来！妈咪，你就不想知道儿子有多厉害吗？我不想知道，你不准再说了。老头，本天才要认真了，我们一招定胜负。万剑归宗。哈哈，老头你输了。
公主，你竟然输给他了！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手段，这究竟是什么人教出来的弟子？我外孙竟然赢了龙主！刚刚发生什么了？一股很强的剑气，锋锐无匹。如果我不退一步的话，绝无可挡。绝无可挡？他才多大呀？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还是放水放傻了？不对，就算你在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手段。奇怪啊，龙珠，刚才那一招滋味如何呀？小小年纪便以头角峥嵘，气候出城，不出10年，你我还有诸位，只能仰望他背影前行了。这怎么可能？这小野种竟然打败了龙主！你敢质疑我？没用的东西，滚一边去！这儿轮不到你插嘴。对于这小家伙，老夫技不如人，甘拜下风。江兄，恭喜你得一好外孙呐！得此麒麟，我江家必然大兴。难道唐昊真的懂法术？好，好，就该如此，该当如此。龙主，你现在知道我把你们都叫到这里的原因了吧？赵尊，莫非？难道长生之秘在他身上？没错，这个小东西集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得大道青睐，怀无上福缘。我们求之不得的长生之秘，就在他的身上。妈咪，我怎么感觉这些人好可怕呀？别怕，有妈妈在，没人能欺负你。可是我觉得他们想吃掉我。赵孙，怪不得你让你那个废物儿子一直盯着江家，原来是为了长生之秘呀。姜太虚7年之前因为女儿怀孕之事走火入魔，半死不活，今日居然活蹦乱跳，甚至修为大涨。看来这长生之秘果然名不虚传啊！姜太虚，你个老东西竟然敢骗我！你们别胡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的长生之秘是什么。难怪他不愿意说出江疏瘫痪的原因，竟是因为7年前怀孕的事儿。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想研究一下你儿子罢了。聚合天地灵运，身怀大道气运，这样的宝贝，你们江家可不配拥有。江有为，这孩子关乎未来大夏格局，更关乎天下苍生命脉。这份机缘因果可太大了，你们江家承受不起。你们太欺负人了！我知道，为了这个小家伙，你忍辱负重多年，不惜与江家决裂，甚至让你父亲走火入魔。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也是正常的，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弱肉强食才是这个世界根本的法则。江有为，你认命吧，你儿子的命保不住喽。哎，老婆，嘿嘿嘿，遇到凡事不要慌，拿出手机发个朋友圈。唐昊，都什么时候，你能不能长点心啊？怕什么？往后站，天塌下来由我扛着。哈哈，好小子，算你有些担当，也不枉费我女儿这些年为你受的苦。今日咱们翁婿并肩作战，会一会这天下英豪。岳父大人，有一句话我得纠正一下，7年前那件事情是咱们赵家对你女儿动了手脚，懂？也就是说，我才是受害者。小子，什么意思？
您别生气，我的意思是，你看啊，您是一家之主，这右威肯定听您的话，您就看在我也是受害者的份上，可怜可怜我，我想提升那么一丢丢家庭的地位。一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废物，要什么家庭地位？闭嘴！我说话没人带你带吧？贤婿，这件事，我也是。哎呦，个不长脑子的！你这个时候跳出来，是想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来关照你，防止你带着金鱼逃跑吗？贤婿，这件事我也帮不上你啊！哎呦，这不然，媳妇儿，带着孩子退下，这里交给我。好，你千万别逞强。妈咪吃糖。妈咪放心吧，坐等待地大杀四方吧。唐昊，是不是打败了你，就可以带走你的儿子？唐昊，是不是打败了你，就可以带走你的儿子？老登，我劝你白日梦呀少做。唐昊，我出100亿，你再生一个。你有病吧？堂堂商圣就那么点格局，咱们江家产业虽然不算很大，但是也市值100亿。侯百堂见识短，长生之秘在你眼中就是100亿吗？我出1000亿。你看这老婆多漂亮，你们2个又年轻，拿着这钱出去游山玩水，巫山云雨，岂不美哉？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有2胎啊？1万亿，我出1万亿。我觉得你可以生个10个8个的。好地要多离，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你要是觉得江右威没情调，我也不是不可以呀。这卡里有1万亿，只要你愿意踹掉江右威跟我结婚，以后生了孩子都跟你姓，我的资产都归你。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妈咪，老爹是准备不要我们了吗？妈咪，老爹是准备不要我们了吗？哈哈哈哈！江右威，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给你的儿子找的好爹。7年前他能够抛妻弃子，7年之后他照样能够为了钱把你们给卖掉。孤注一掷，以身入局，换取长生之秘。果然是商圣的做法呀！哎，姓唐的小辈，这商圣啊可不比你老婆差，而且这娘们儿可比江家有钱。哟，这可是商圣的全部家产。唐昊，你那个老婆虽然好看，但是和商圣也就是半斤八两，再加上1000亿陪嫁，我一个女人都心动。唐昊，你敢？江右威，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价格要是没谈好，我们可以再聊嘛。大不了以后你做大，我做小，我们2女士1夫，你刷我卡算什么？江右威，他就是一个你包养的小白脸，你觉得他能对你们母子俩能有多少感情啊？合欢宗最贵的鸡也卖不到1000亿。唐小哥，只要100亿，我合欢宗的弟子随便你挑，随便你选。哦，看开点，商圣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啊，去，别破坏我们的感情，走。弟子洪生南拜见小天师。少成，你怎么给一个小辈下跪？你疯了！他喊唐昊小天师，是怎么回事？洪胜南，炸天棒的洪天明和你什么关系？当年家父洪天明身患重疾，寻遍天下名医无果，后幸得小天师赐丹药1枚，才能扭转乾坤，日渐康复。而此物就是治愈家父重疾的关键所在。能从一粒普通的药中感受到龙髓的气息，你果然有点东西。小天师，不是有点，是很大哦。龙髓，世间原来真的有此物存在啊！传闻龙髓乃大石玉矿脉亿万年汇聚精华所在，拥有活死人、肉白骨，食之可延年益寿，增强功力啊！姜太虚，你个老东西，
你走火入魔，非但没死，还能享受到龙髓这种天地奇物。姜太旭，你就跟你女儿说一说，把唐昊让给我吧。唐昊，你身上究竟藏了多少秘密？该死，一个吃软饭的废物，哪来这么多宝贝？难道是因为……大家别被他给骗了，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他能得到这些东西，全是因为张元那个小野种。好狡猾的小子呀！差点用一块龙髓把我们大家全带沟里去。我就说嘛，龙髓乃是天地奇物，得一块已经鸿福齐天。你小子凭什么能得2块？赵尊，看来你儿子也没有传闻中的这么废物。装模作样，声东击西。唐昊，你真的好会算计呀！龙髓虽然不错，但对老夫而言已无甚用。小天师，你救过家父一命，按道理来说我是该站在你这边的。可伤人重利，长生之秘的诱惑，我实在是抵挡不住。要战便战，好。老夫本以为是因祸得福，突破5夫8境，已然是寒风敌手。没想到这些人竟然都是5夫10境。下去，不是老夫不帮你，实在是有心无力啊！以为这唐昊他能行吗？桑园，你爸能对付得了那么多高手吗？妈咪放心，老爹超勇的。本以为老夫已天下无敌了，没想到在场的诸位都已经突破了5夫10境。那今日就由老夫来开4关，叩天门。唐昊，来战！没想到龙主竟然强行突破了11境，贤婿小心啊！唐昊，能死在开11境的龙主手上，你已是幸事。我会将此等荣耀刻在你的墓碑上，供世人瞻仰。这就是5夫11境，有点实力，但不多。 5夫11境已是人间罕至，竟然伤不了你分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掌握了长生秘籍，不能让他跑了。诸位，这小子有古怪，大家都不要再隐藏实力了，跟我一起上！来得好！怎么可能啊！这汇集了大夏多半兽的顶级王者，却敌不住唐昊的一招。老婆，我帅不帅？帅，太帅了。那老爹，老爹，我要学这个，我要学这个。唐昊，我不服！你这到底是什么招数？5夫10境已是人间至高，5夫11境更是旷古绝今。老夫想不通，贤婿有什么手段能打败5夫11境的武道强者？你想不通啊？想不通就对了。这些人是练武的，而我是修仙的。好，修仙好啊，修仙好！关门！关门！赵尊，想干什么？赵尊，你个狗东西，你要独吞长生之秘！长生秘籍，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长生秘籍。发起化学炼王大阵！不对，这是8级逆转长生阵，赵老狗要炼化我们。赵尊，竟然用这种邪阵滥杀无辜，赵家罪无可恕。滥杀无辜，龙主，你就不用惺惺作态的在这假仁假义了。你们这些人被长生秘术诱惑，竟然对一个孩子大开杀戒，你们谁是无辜的？你徒用魔道，不怕世人知道吗？
你们都死了，就没有人知道了。八级风乾坤，苍生巨血阵，一转阴阳日，魔神大天宫。龙主，上圣，你们两个一直看不惯我赵家，今日我就用龙门和雨林卫的血手。你我都是仙，还有何可斗的？你说的对，世人皆道，上圣之大侠才玉，龙主之大侠牛耳，此二人，一人掌权，一人掌财。好，你现在杀他们，牛二人可以共享大侠的锦绣河山，富贵荣华。从今以后，你权倾天下，而我富可敌国。好，好，好。唐昊，你不能杀我，我给你多少钱都可以，我给你生孩子也可以。唐昊，你听我说，赵尊现在正在吸收八极阵的邪魔之力，动弹不得。一旦等他吸收完这股力量，第一个人要杀的就是你。所以，现在是你改变他的最好时机。他说的对，我现在确实是动弹不得，但是八极逆炼苍生阵一旦开启，任何人靠近我都会受到大阵的攻击。他这是在骗人去死啊！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呢！你想诓我去送死是不是？唐昊，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这么多人死在赵尊的邪魔之阵中？唐昊，求求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做什么都行，我给你当小妾，我当丫鬟也可以。你刚才抓我儿子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这些人根本没有道德仁义可言，只有利益得失。今日你如果让这些人逃出升天，你负责任将永无宁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对，我知道错了，以后你儿子就是我干儿子，不是，你就是我干爹。以后我绝对不会对你们有任何不该有的想法了。对，唐昊，你就是我们干爹。干爹，干爹，我这唐昊，你真的想为了这群蝼蚁与我为敌吗？哎，不，误会，是他。武吉，你想干什么？父亲，你现在当真动弹不得了吗？武吉，你放心，就算为父现在动弹不得，但是有逆炼苍生大阵在，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父子二人。逆子，你果然动弹不得了。逆子，你要干什么？我当然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要加强这八级逆炼大阵的威力啊！我亲爱的父亲。这些人，他们都有什么用呢？要加强这大阵的威力，能少得了我父亲你呀！李子，你可知道你这是干什么？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要加强这八级逆炼大阵的阵法，只有将骨肉至亲献祭，效果才为最佳。父亲，您可别忘了这阵法可不止你一个人学过。孽障，你怎么敢？我是孽障，我是废物，我是畜生。他们打我、骂我的时候，你不仅不帮忙，你还反过来打我。这些人辱我、骂我，你都熟视无睹。你都不替我做主，我要你这个父亲有何用？这是让你失误。赵尊，你应该能够庆幸，你能够死在这大阵之下，化为力量，随你一起君临天下。
掌控力量的感觉。着急，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为什么要回头？只要我吸取了这八卦阵的能量，我就是天下第一。赵无极，你做梦！你永远也不可能打得过唐昊的。唐昊，你抢了我的女人！我说什么？什么时候有女人了？7年前，这个女人就该是我的。我呸！赵无极，你少自作多情。7年前的那晚，我就爱上了唐昊，我为他生儿育女，心甘情愿。至于你，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好，你们就都去死！楼主，楼主，赵无极已经入魔了，快带你的人出魔争斗啊！天地不仁，大道无光，既是黑夜，既是永恒。太弱了，没意思。儿子，走。好的，老爹。大荒朝天使。万岁！打的往死里打！小香园，加油！儿子，狠狠地揍他，打赢了，干妈赏你10万亿。那是我儿子，你闭嘴。儿子，加油，你可以的。妈咪，好的，我会努力的。去死吧！小心！大罗天雷，听我号令，斩妖灭邪，破！哈哈，没想到吧？我是故意骗你偷袭的。有点意思。好，现在终于明白赵生为什么会让我一直得到江右为。他是天授命格，只要能让江右为生下来的都是江源这样的修道天才。你们还真的信了赵尊的什么长生之秘？那个老东西从头到尾的谋划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赵尊想要借助8级逆炼苍生羽化登仙，就是想让江右威为赵家生下子嗣，再将我赶出赵家。他做梦！江右威只能是我的女人，开辟赵家地族神话王朝的只能是我。一切阻碍我的人都将湮灭。不好！8级逆炼长生大阵威力又增强了。干儿子，快杀了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剑来，我这一剑可搬山断江倒海，伏妖镇魔。羽化登仙，谁能杀我？何人能杀我？老爹，救命！儿子，干儿子，快躲起来！别着急，大黄求天旨。大荒大，可是我忘了怎么用大罗天雷。咦，真的挡住了耶！我真是一个小天才。老爹，这家伙太猛了，你儿子一个人扛不住呀！让你不要好高骛远，操之过急，连个赵无极你都打不过。我才学了1天，哼！唐昊，你儿子都败了，你拿什么阻止我？春花，你连我儿子都打不过，你有什么脸面跟我叫嚣？好，你和这个小野种都去死了！儿子，跟爹一起御敌！开天儿子，天外飞仙，去！这怎么可能？那为什么我从我这个干儿子身上看不到一丝灵力呢？唐昊，你这儿子什么情况？难道他真的只跟你学了1天的仙法？天才懂不懂？你们没见过天才吗？什么天才？你赵无极都打不过，没用的东西！老爹，你这是在打压我，我不服气。怎么了？你还不服气啊？以后我就不教你了。妈咪，老公，你不是最喜欢教儿子修仙了吗？给我教，好好的教。我的腰啊！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多吃点生蚝，还有洋洋。
常说自己不行。大罗天雷斩！哈哈哈哈！嘿，你个逆子！哼，天外飞仙！完了！这臭小子再这么练下去，还真就无法无天了。臭小子，你也知道脑壳痛啊！师傅，臭小子，这趟下山胖得有20斤吧？你这小日子过得还挺润啊！要不说请师傅吃饭，那都不是问题。弟子现在有钱了，有多少？每个月这么多，才50万。我听说那江家现在是大富大贵，对你还这么刻薄。师傅，一个月就500块。你说我要渡劫就必须得下山，可是我觉得我这劫他渡不完，根本就渡不完。你的劫难不在没钱，在他。啥？在他。静儿，老婆